每当的新春期间，台湾凌霄宝殿武良宫拢会规划点灯过7000平安桥以及祈福发挥等活动，互信众祈求伫新的一冬会当平安顺遂。今年的玉皇上帝万寿庆祝活动，庙方嘛准备了机车、手机电脑等侪项好礼，作为博杯比赛奖品。农历的7、9、15，咱庙方拢有举办了这个点光明灯、文昌灯、财神灯、太岁灯，个斗灯以及过7000平安桥，佮有这个博发财金，这个博喷射机车，这个苹果的手机这个平板电脑100块。过年大家欢喜安尼。当然咱这7、9、15每一天拢有这个准备这个糯米，含这个红圆含所有的信众7、9、15，安尼来结缘安尼。伫正月初8暗时10点，台湾凌霄宝殿武良宫也会举行祝古大典。每当举办，拢有上千人到场参拜，场面是非常热烈。庙方也欢迎四方信众踊跃到武良宫共餐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